云林高溪山区连续2天拢落大水雨，主要的道路有20-30道拢崩山，草岭、中湖、桂林这几个庄头是较严重，路段即马是陆续抢通路。高速嘛呼吁民众这几天得暂时莫去山区。 工作人员乌土比赛的，讲要清运挡伫路中央的土石，连续2天的大雨，造成云林高溪乡桂林村212线7.3 K 的所在，最多的土石出落来，31早起赶紧叫厂商来拍通。进前这个所在已经发生几啊摆啊，啊每一遍这个发生的情形拢大约啦，但咱希望讲咱政府单位咧会当重视这个所在彻底的做一个这个完善的改善啦。因为这条云义线是分桂林村主要的道路乡道啦，出入的车辆咧非常多安全非常重要。 除了桂林村，还包括草岭、中湖、境内县道149甲149嘛有几若大路段出现崩山土石出来，甲树丛倒害这状况。对此，高溪乡公所讲，县府交工局甲公所的厂商已经进驻，随时通报，随时抢修。 主要的交通道路、县道啦，还有乡道有多处，大概有20-30处的崩塌然后造成有这短暂的道路的阻塞。那我们也就透过了公所的开口企业厂商，还有县政府的交工局的开口企业厂商，要积极进入抢通。高溪乡公所表示讲，这2天雨水是乡又搁大，造成山区边坡的土石降水量悬。 高溪山区传出土石崩厝的灾情，经过抢修了，几若大通路拢已经恢复通行，加上无人受伤嘛无财损，呼吁民众最近唔通去山区。记者综合报道。